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南七股是发生着火烧车意外，3个人死亡。当时爸仔囝3个人甲一个工人伫收蛤蟆，工课结束要来吊挂蛤蟆的采收机，结果升降机的吊钩啊去回着6600瓦的高压电，甲其中3个人电一个昏迷，这个高压电的火势。 搁喷到吊车顶的柴油，瞬间引发着火烧车。两兄弟仔甲工人未负逃生，互大火活来烧死。这个老爸看到整个火烧的过程，就算想要来救后生，嘛是无能为力。 吊车导火过烧起来，浓烟直直冲出来，民众赶紧卡以救。 相对赶到现场，台电人员进行断电抢时间要救人。遗憾的是，火拍花了后，吊车敢若剩骨架，包括一对姓黄的兄弟仔，和一位姓吴的工人，3个人拢互烧死。金万开啊，我嘛看阮说人生有万开啊，但是伊可能头壳有电嘛是倒的。安尼吼是，拢袂赴啦。 兄弟仔老爸讲，透早因4个人去鱼尾仔采收蛤蟆，工课伫要结束，当咧收物件，常常有互电着的感觉，伊赶紧跳去边啊。不过2个后生和工人拢互电甲昏去，伊想要救人煞无法度。迄阵咱嘛无法度啦，伊规个拢电了啊，然后伊就起火啊。做7档的，搁逐工咧吊垃圾的，才有可能啊。 两兄弟的老母接到消息，赶到现场嘛，真歹相信。伊讲中秋节伫要到啊，即阵啊工课较济，半暝1点外，后生就出门做工课。2个人采收蛤蟆已经6、7年，算真熟手，真想要知影哪会发生这种意外。工作很辛苦啊，一个要读国小1年级，然后一个才刚满1岁。 用吊车要吊挂机具，然后上面吊臂就不慎碰触到高压电，然后那3人就当场倒地。高压电的火花去引燃车上载的柴油。火烧车意外发生伫台南7股透早6点56分，死亡的2兄弟仔，又真少年，才20外岁，姓吴的工人48岁。台电讲，小火车是咧挂蛤蟆壳的时去碰到高压线路，造成意外发生。详细原因还要调查。中秋原本应该是规家伙仔团圆的时阵，2个家庭却因为意外无法度过团圆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